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呢句說話幾乎每一個華人都聽過，就算你從來唔拜佛，從來唔燒香，你都一定喺某處聽過呢句嘢。但係你真係明白佢講乜嘢嗎？大多數人嘅理解可能係世間萬物都係虛幻嘅，到最後乜嘢都係空，然後配合一個灑脫嘅表情，意思係算啦，唔緊要啫，諗開啲。但係呢個理解其實差得遠啦。心經全文得260個字，260個字，你寫一封電郵隨時都寫得超過呢個數。但就係呢260個字，2000年以嚟影響咗無數人嘅生命，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，喺全球每一個有華人嘅角落流傳。唐僧取經帶返嚟嘅經書成千上萬卷，但係佢本人最中意、終身誦讀嘅就係呢部《心經》。武則天敬仰佢，蘇東坡研究佢，王維將佢刻入書畫，魯迅嘅枕邊都放住一本。到咗今日，每一間佛寺做法事，第一部念嘅經都係《心經》。咁呢260個字究竟係點嚟嘅？又究竟想話我哋知啲乜嘢？要講《心經》，唔可以唔講唐僧，唔係《西遊記》嗰個唐僧。雖然兩個係同一個人，但係真實歷史裏面嘅唐僧係一個令你嘆為觀止嘅人物。佢嘅真實名字叫做玄奘，唐朝人，生於公元602年。佢喺13歲嗰陣已經出家為僧，10幾20歲就已經走遍中國南北各地，向唔同嘅高僧學習佛法。但係學得越多，佢越發現一個問題。佢睇嘅佛經係由梵文翻譯過嚟嘅中文，但唔同嘅翻譯版本意思出入極大，甚至互相矛盾。到底邊個係正確嘅？玄奘決定親身去印度攞返原版經文。呢個決定放喺今日嚟睇，依然係一個匪夷所思嘅壯舉。公元626年，唐朝啱啱建立冇耐，邊境動盪。朝廷明令禁止人民私自出境，玄奘向朝廷申請出境證，被拒絕。但係佢冇放棄，佢偷渡出境，一個人靠住雙腳穿越河西走廊，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，穿越帕米爾高原，歷時19年，行路5萬里，途經138個國家，終於抵達印度。入讀當時全世界最頂尖嘅大學那爛陀寺，而《心經》就係喺呢段漫長旅途之中陪伴住玄奘嘅故事。係咁嘅，玄奘出發之前喺四川遇見咗一個生病嘅老僧，玄奘悉心照顧佢。老僧為咗感謝，將一部短小精悍嘅經文傳授俾玄奘，話呢部經能夠保護女人，消除恐懼。玄奘收低咗，喺漫長嘅旅途之中，每當遇到險境，沙漠中斷水，高山上遇雪崩，遭遇強盜，身患重病，玄奘就會默默誦讀呢部經文。而且據講，每一次誦讀都真係渡過咗難關。呢部經就係《心經》。後來玄奘返到長安，將帶返嚟嘅657部梵文經典翻譯成中文，係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嘅翻譯工程之一。而佢翻譯嘅版本就係今日我哋睇嘅《心經》最權威、最流行嘅版本，學名叫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好，依家我哋正式入題。《心經》開篇第一句話係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呢一句係成部心經嘅地基。明白咗呢一句，後面嘅嘢就容易入手好多。觀自在菩薩即係觀世音菩薩，
呢個我哋都知拜觀音嘅嘛，香港人最熟悉。但係佢個名點解叫觀自在？自在兩個字喺佛教裏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，意思係自由自在，不受束縛。觀音菩薩之所以叫觀自在，係因為佢已經達到咗一種內心完全自由，唔被任何煩惱束縛嘅境界。佢睇透咗一切，所以佢自在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呢幾個字係梵文音譯，聽落好深奧，但拆開嚟講，其實唔難。般若讀般若，意思係智慧，但唔係一般嘅聰明才智，係一種能夠洞見事物真相嘅究竟智慧。波羅蜜多意思係到彼岸。佛教有一個常用嘅比喻，話人生就好似喺苦海裏面浮沉，此岸係充滿痛苦嘅凡間，彼岸係解脫嘅涅槃。般若波羅蜜多合埋一齊，意思就係憑借究竟智慧到達解脫嘅彼岸。行深兩個字好重要啊，唔係行淺，係行深。即係修行到一種非常深入、非常篤定嘅程度，所以呢半句嘅意思係觀音菩薩喺深入修行、運用究竟智慧嘅過程之中，跟住呢，照見五蘊皆空。照見橫唔係用眼睛望，係用內在嘅智慧照見，好似一盞燈照亮黑暗一樣，清清楚楚，毫無遮蔽咁睇清楚。照見乜嘢？照見五蘊皆空。五蘊係乜嘢？呢個係《心經》裏面第一個核心概念，要用心理解。蘊字嘅意思係積聚，五蘊就係五種積聚。佛教用佢嚟描述一個人究竟係由乜嘢構成嘅。第一蘊係色，喺度色唔係顏色，亦唔係色情，而係泛指所有有形有相可以被感知嘅物質。你呢個肉身就係色，你嘅手、你嘅臉、你嘅心臟、你嘅骨骼，全部都係色。第二蘊係受，即係感受，苦樂不苦不樂，所有身體同心理上嘅感受。第三蘊係想，即係思想、意象、概念。你望到一朵花，腦海裏面浮現出呢朵花好靚呢個念頭，呢個就係想。第四蘊係行，即係意志行動嘅衝動。你因為覺得花靚，想摘翻嚟呢個衝動就係行。第五蘊係識，即係意識、認知能力，能夠分辨判斷事物嘅呢種心理功能。五蘊合埋就係佛教對一個人嘅完整描述。肉身加上感受、思想、意志、意識，你就係由呢五樣嘢拼湊而成嘅。但係觀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，照見呢五樣嘢全部都係空，然後度一切苦厄。因為照見咗五蘊皆空，所以度過咗一切苦難。等一陣，呢度可能有人會問，點解五蘊皆空就可以度過苦難呢？苦難唔係依然存在嗎？你生病唔會因為明白空就唔痛㗎，你失戀唔會因為話五蘊皆空就唔難受㗎。呢個空究竟係乜嘢意思？呢正正就係《心經》最精髓、最需要深入理解嘅地方。好多人以為空就係沒有，就係虛無，就係乜都唔存在。呢個理解係完全錯誤嘅，而且呢個錯誤理解已經害咗幾千年嘅人。如果空係乜都冇，咁《心經》講嘅就係虛無主義，就係反正都係空嘅，做乜都冇謂。咁佛教就變成一個叫人頹廢放棄嘅宗教，根本唔可能流傳2000年。
空嘅真正意思要用另一個詞嚟解釋，呢個詞叫做無自性。自性係乜嘢？即係一樣嘢固有嘅、獨立嘅、永恆不變嘅本質。如果一樣嘢有自性，即係佢可以獨立存在，唔使依賴其他任何嘢，而且永遠都係咁，唔會變。空嘅意思就係話，世間萬物，包括你自己，都冇呢種獨立永恆嘅自性。聽落依然好抽象，我哋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嚟講。一張台，呢張台有台嘅自性嗎？表面上睇好似有，佢係一張台用嚟擺嘢，四條腿一個面，一眼就認得出。但係如果你將佢嘅腿拆甩，將個面拆甩，獨立睇每一塊木頭，佢仲係台嗎？唔係啦。所以台呢個身份係由各部分組合而成嘅，唔係任何一塊木頭本身固有嘅屬性。再深入一層，呢塊木頭係由樹木嘅某一部分切割而嚟嘅。樹木係由泥土、水分、陽光、種子孕育而成嘅。陽光來自太陽，水分來自雲雨，泥土來自千萬年嘅地質變化。你越追越深，會發現根本冇任何一樣嘢係真正孤立存在嘅。每一樣嘢都係無數條件、無數因素共同聚合而產生嘅結果。佛教將呢個道理稱為緣起，萬物皆由因緣和合而生。因為萬物皆由因緣而生，所以萬物都冇固定不變嘅自性，所以萬物皆空。呢個道理，現代科學其實都有類似嘅發現。你將任何一樣物質不斷分割，會得到分子、原子、質子、中子、電子，再落去會得到夸克、量子。而到咗量子層面，科學家發現呢啲最基本嘅粒子根本唔係固體，佢哋喺某種意義上係以概率雲嘅形式存在嘅。觀察嘅行為本身都會影響佢哋嘅狀態。宇宙最基本嘅單位根本唔係堅實嘅磚塊，而係流動嘅關係網絡。2500年前，佛陀喺菩提樹下諗通咗呢件事，然後用空呢個字嚟描述它。依家翻嚟講，五蘊皆空，你嘅肉身係空嘅，因為佢係由無數細胞、器官、化學物質組合而成，時刻都喺度變化。7年前你身體裏面90%嘅細胞依家已經換晒。嚴格嚟講，7年前嘅你同今日嘅你已經唔係同一個你嘅肉身了。你嘅感受係空嘅。尋日令你痛不欲生嘅事，5年後可能已經淡忘。今日令你雀躍萬分嘅喜悅，聽日可能已經消散。你嘅思想係空嘅。你後生時覺得絕對正確嘅信念，可能隨住經歷不斷改變。你覺得理所當然嘅價值觀，換一個文化背景，可能完全顛倒。你嘅意志係空嘅。你今日下定決心戒糖，聽日望見蛋糕，意志即時動搖。連你嘅意志都唔係你完全控制得到嘅。你嘅意識係空嘅。你以為有一個穩定嘅我喺度望住世界，但係心理學家話，我哋知自我其實係大腦不斷編織出嚟嘅一個敘事，並非真實獨立存在嘅實體。五蘊皆空，你由內到外，從肉體到精神，一切都係無常變化，相互依存，冇固定自性嘅。明白咗呢一點，再問點解照見五蘊皆空可以度一切苦厄？因為人嘅苦10之8九都嚟自執着。執着啲乜？執着於一個永恆不變嘅我。我哋成日講我嘅面子、我嘅地位、我嘅感情、我嘅將來。我哋不斷強化呢個我，保護呢個我，為呢個我爭取，為呢個我痛苦。但係如果你深入觀察，
你會發現根本冇一個固定不變嘅我，有嘅只不過係五蘊嘅暫時聚合。當你深刻明白呢一點，好多苦就自然鬆動。別人批評你，你唔會即刻崩潰，因為你知道我並非一個需要誓死捍衛嘅固體城堡。失去一段感情，你會悲傷，但唔會覺得天崩地裂，因為你知道一切皆是無常。執着住一個應該永恆嘅東西，本身就係妄念。呢個唔係冷漠，唔係麻木，唔係乜都無所謂。恰相反，係一種更清明、更自由嘅存在狀態。你仍然愛，仍然努力，仍然感受人生嘅喜怒哀樂，但係你唔再被執着捆綁住，唔再喺苦海裏面掙扎嗰種無謂嘅掙扎。好，我哋繼續睇經文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呢度觀音菩薩開始對舍利子說話。舍利子係釋迦牟尼佛最聰明嘅弟子之一。佛經裏面有好多地方，佛都係透過同舍利子對話嚟闡述道理。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呢16個字就係成部新經流傳最廣嘅句子，亦係最容易被誤解嘅句子。色不異空，有形有相嘅物質世界同空並唔係兩種唔同嘅東西。空不異色，空同有形有相嘅物質世界亦唔係兩種唔同嘅東西。等一陣，呢個唔係自相矛盾嗎？上面話五蘊皆空，即係話物質世界係空嘅，但呢度又話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即係話色同空係一回事。咁係咪話物質世界根本唔存在？唔係，呢度有一個非常關鍵嘅細節。佛教嘅空從來唔係話物質世界唔存在，張台依然係一張台，你嘅痛苦依然係真實嘅痛苦，世界依然喺度運轉。空否定嘅只係自性，否定嘅係嗰種固定不變、獨立存在嘅本質。所以色即是空嘅意思唔係物質世界係幻覺，而係物質世界所呈現出嚟嘅一切都係喺無自性、相互依存、不斷變化嘅基礎上運作的。換句話說，物質世界嘅存在本身就係以空為基礎，因為空，所以萬物先至能夠生滅變化，先至能夠成立。空即是色更深刻，空唔係一個虛無嘅深淵，而係萬物得以生起嘅可能性本身。因為萬物皆空，皆無自性，所以萬物先至可以生生滅滅，變化無窮。如果任何一樣嘢真係有固定不變嘅自性，反而乜嘢都唔能夠發生。生命無法成長，季節無法更替，你無法從悲傷中走出來，世界無法改變。空唔係終點，而係一切開始嘅可能性。呢個道理同老子嘅有無相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老子話房間之所以有用，在於其中嘅空；碗之所以有用，在於其中嘅空。空唔係冇，而係最大嘅有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，感受、思想、意志、意識，全部都係一樣嘅道理。經文繼續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呢句話係對空嘅進一步描述。諸法即係一切事物、一切現象，空相即係空呢種本質狀態，不生不滅。空呢個層面冇生亦冇滅，但係現象層面嘅萬物唔係有生有滅嗎？花會凋零，人會死亡，一切都係無常變化嘅。
係嘅，現象係有生滅嘅，但係嗰個讓萬物得以生滅嘅空本身冇生亦冇滅。用一個比喻，海浪有生有滅，但係大海本身從未生過，亦從未滅過。波浪係現象，大海係空，不垢不淨。空既唔係污穢嘅，亦唔係清淨嘅，超越咗清濁之別，不增不減。空唔會增加，亦唔會減少。呢三句合埋，佛教嘅意思係究竟嘅真實超越咗我哋日常語言裏面所有嘅對立概念，生與死，污糟與乾淨，多與少。我哋日常嘅思維習慣於用對立嚟理解世界，好與壞，有與無，得與失。但係呢種對立本身亦係一種執着，係我哋嘅思維強加於現實之上嘅。究竟嘅實相超越一切對立。經文再落去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呢一段呢，聽落可能有啲頭暈，因為佢不停咁講無無無，無呢個無嗰個，但係理解咗前面嘅空，呢段其實唔難明。無眼耳鼻舌身意，呢個叫六根，就係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頭、身體、意識，即係人嘅六種感知器官。無色聲香味觸法，呢個叫六塵，就係顏色、聲音、氣味、味道、觸感、法則，即係六種感知器官所接收嘅六種外界資訊。從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呢個叫六識，即係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呢度提到嘅係佛教十二因緣嘅頭同尾。無明係十二因緣嘅起點，係所有煩惱苦難嘅根源，意指對真相嘅無知同蒙昧。老死係十二因緣嘅終點，係生命輪迴嘅最終形態。無苦集滅道，呢四個字分別對應佛教四聖諦，即係佛陀一生最重要嘅核心教義：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簡單講就係人生有苦，苦有其源，苦可滅除，有路可行。無智亦無得，冇一種叫做般若智慧嘅東西需要去獲得，亦冇任何東西需要去得到。呢一段講無，真係一段比一段猛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十二因緣、四聖諦，幾乎將佛教所有最基本嘅概念全部都講了一遍，然後每一個前面都加一個無字。呢到底係乜嘢意思？係話佛教嘅道理都係假嘅嗎？連四聖諦都係無咯？呢度要理解一個非常關鍵嘅佛教態度，叫做不執法。佛陀曾經講過一個比喻，佛法好似一條船，用嚟渡河。你喺河嘅此岸需要一條船渡到彼岸，所以你上船，船載住你渡河。但係當你到達彼岸之後，你係咪要將條船頂喺頭上，隨身攜帶？唔係啩？你將條船放低，然後上路，佛法就係嗰條船，佢幫助你渡河，但佢唔係彼岸本身。六根、六識、四聖諦，呢啲全部都係船，係方便法門，係幫助你睇清真相嘅工具。但係當你真正達到般若智慧嘅彼岸，你會發現連工具都要放低，因為真實嘅解脫唔需要任何依賴，
唔執着於任何東西，包括佛法本身。如果你對佛法產生執着，我一定要念幾多遍經，我一定要做幾多功德，我一定要達到乜嘢境界，呢種執着本身就成咗新嘅束縛。所以《心經》喺度話你到達彼岸之後，連船都要放低，無智亦無得，冇一種叫做智慧嘅東西需要你去揸住，亦冇一種叫做解脫嘅成就需要你去獲得，因為你本來具足。呢四個字本來具足係成個大乘佛教最核心嘅信念之一，意思係每一個人本來就具備覺悟嘅能力，本來就擁有嗰個佛性，並非需要從外面某處揾返嚟。所謂修行唔係將某種東西裝入嚟，而係將遮蔽本來面目嘅雲霧一層層撥開。經文繼續嚟到全篇最重要嘅轉折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以無所得故，正因為明白咗冇乜嘢東西需要得到，所以心無掛礙，心裏面冇任何障礙，任何掛念。掛礙兩個字，粵語裏面非常傳神。咩係掛礙？擔心呢個，放唔低嗰個，計較咁樣，糾結嗰樣，全部係掛礙。當你明白萬物皆空，無自性，唔使執着，嗰啲掛礙自然一個一個鬆開。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。因為心無掛礙，所以冇恐懼。恐懼從邊度嚟？恐懼嚟自對失去嘅預期。我怕失去健康，失去金錢，失去地位，失去愛人，失去生命。但係如果你真正明白嗰個我本來就係五蘊暫時聚合嘅結果，本來就冇一個固定不變嘅自性需要保護，嗰種深入骨髓嘅恐懼會喺根本處鬆動。唔係話你變得無所謂、無感覺，而係恐懼唔再係你嘅主人。你可以感受風險，做出理智嘅判斷，但你唔再被恐懼控制，唔再喺恐懼裏面原地打轉，遠離顛倒夢想。顛倒係佛教裏面一個非常精彩嘅詞。咩係顛倒？將無常嘅東西當成永恆，將虛幻嘅東西當成真實，將痛苦嘅根源當成快樂，將無我嘅存在狀態當成有一個堅實嘅我，全部都係顛倒。凡夫嘅日常，用佛教嘅眼光嚟睇，就係活在一個顛倒嘅夢境裏面，將執着當成快樂，將神流當成家園。遠離顛倒夢想，從嗰種顛倒嘅夢境裏面走出來，睇見真實嘅樣子。究竟涅槃，最終達到涅槃。涅槃唔係死亡，唔係消失。好多人有呢個誤解，覺得涅槃就係乜嘢都冇晒。涅槃嘅梵文原意係吹滅，就好似一支燭火，將嗰啲驅動輪迴嘅貪嗔癡之火吹熄，然後進入一種寂靜、清明、自由嘅存在狀態。唔係乜嘢都冇，而係嗰啲令你受苦嘅執着同煩惱徹底熄滅咗。經文接着說：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三世諸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所有佛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個梵文意思係無上正等正覺，即係最圓滿、最究竟嘅覺悟。呢一句係話唔單止觀音菩薩，所有佛都係依靠呢個般若智慧而證得究竟覺悟嘅。然後心經嚟到結尾，亦係全篇感情色彩最強烈嘅一段。
故至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咒呢個詞，中文語境裏面往往帶有神秘法術嘅色彩，但係佛教裏面嘅咒原文係梵文 mantra， 原意係真言、真實嘅語言、有力量嘅語言。心經形容般若波羅蜜多係大神咒、大明咒、無上咒、無等等咒，係最有力量嘅、最光明嘅、無可超越嘅、無與倫比嘅真言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，能夠消除一切苦難，呢個係真實不虛嘅承諾。然後最後一句咒語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呢句話係梵文直接音譯，翻譯成白話嘅意思大約係：去吧去吧，去到彼岸，一齊去嗰邊覺悟吧，圓滿吧。你感受到嗎？經文兜兜轉轉，講完空，講完無，講完點樣放低，點樣超越，最後俾出嘅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哲學定論，而係一聲充滿溫情嘅呼喚：去吧去吧，一齊去到彼岸。呢四句話係心經俾每一個讀到佢嘅人嘅邀請，唔係命令，唔係恐嚇，係邀請。去吧，呢條路係行得通嘅，我哋一齊去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停一停，講一啲題外話，但也許係最重要嘅話。心經講嘅呢一切，空無自性，放低執着，心無掛礙。好多人讀到呢度會覺得呢係一種消極嘅人生哲學，係叫人乜嘢都唔在乎，係一種逃避現實嘅態度。呢個誤解，我覺得需要認真澄清。佛教嘅空從來唔係叫你乜嘢都唔在乎。觀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之後做乜嘢？運到一切苦厄，去幫助所有受苦嘅眾生。呢個唔係退出世界，而係以一種更自由、更清明嘅狀態投入世界。正因為唔執着於我嘅面子，你反而可以做出更公正嘅判斷。正因為唔執着於我嘅得失，你反而可以做出更勇敢嘅行動。正因為唔執着於我必須得到某個結果，你反而可以更專注地投入過程本身，將事情做到最好。佛教最常用嘅一個詞叫慈悲，慈係給予快樂嘅願望，悲係拔除苦難嘅願望。慈悲係大乘佛教嘅根本精神，而真正嘅慈悲必須建立喺空性嘅理解上，否則你嘅慈悲好容易變成控制，變成我幫助你，因為呢個令我感覺良好，或者我幫助你，但你必須按照我想嘅方式被幫助。真正嘅慈悲係無我嘅、無執嘅。幫助唔係因為要滿足自己嘅某種需要，而係因為嗰件事本來就係應該做嘅。呢種慈悲比任何以自我為出發點嘅善意都更持久，亦更有力量。玄奘當年一個人穿越沙漠，攀越高山，呢個係執着定係放低？表面睇呢個係極度執着嘅行為。19年放棄咗一切安全同舒適，冒住生命危險，只為攞到原版經文。但係玄奘所執着嘅唔係我要成名，唔係我要權力，而係對真理嘅渴望，對眾生能夠得到正確佛法嘅願望。呢種執着喺佛教裏面有個名叫大願，為眾生而發嘅宏大願力。呢個唔係心經所要破除嘅嗰種執着，而係建立喺空性理解上嘅最純粹嘅慈悲行動。
玄奘喺旅途中念心經，每次遇到險境都能渡過。我相信呢個唔單止係神蹟。當你喺沙漠中就快渴死嘅時候，當你喺高山上遇到暴風雪嘅時候，心經俾你嘅唔係魔法，而係一種心理上嘅徹底穩定。恐懼嚟自執着，執着於我唔可以死，我必須活下去，一切必須跟我嘅計劃走。當你真正明白五蘊皆空，明白生死本是自然現象，嗰種深入骨髓嘅恐懼會鬆動，代之以一種清明嘅判斷力同行動力。呢種狀態令人喺危境中反而能夠做出更冷靜、更有效嘅決定。呢個也許就係心經真正嘅神奇，唔係改變外在嘅環境，而係改變咗面對環境嗰顆心。心經流傳1400年，佢出現喺戰爭年代，出現喺朝代更迭，出現喺每一個普通人最脆弱、最迷茫嘅時刻。我想起清朝末年，國家殘破，百姓流離，有幾多人在顛沛流離中，靠住喺心裏面默誦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嚟度過嗰啲最黑暗嘅日子。我想起香港喺各種動盪年代，幾多長輩喺寺廟裏面跪低，嘴裏面念住呢部短短260字嘅經，也許佢哋未必完全理解每一個字嘅哲學含義，但佢哋感受到嗰啲文字裏面嘅某種力量，一種嚟自1400年時間深處嘅無數人集體智慧凝結而成嘅對人類苦難最深刻嘅回應。呢種力量唔需要你係佛教徒先至感受到。260個字，唔係260個答案，而係260個路標，指向一種你本來就已經擁有嘅內在自由。唔係叫你放棄呢個世界，而係叫你以一種更清醒、更自由嘅方式活喺呢個世界裏面。唔係消除悲傷，而係等悲傷唔再成為你嘅囚籠。唔係消除慾望，而係等慾望唔再成為你嘅主人。唔係死亡，而係一種更徹底嘅當下嘅活着。觀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，然後去度一切苦厄，嗰係一種幾個美麗嘅人生姿態。清醒地睇見一切嘅無常同空性，然後以一顆自由嘅心，義無反顧地走入人群，去愛，去幫助，去行動，去生活。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到彼岸，我哋一齊去到彼岸。呢個係心經2000年嚟一直喺度輕聲講嘅說話。